去无踪，予我请容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。 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 哪有这款的人啊？哈！大金波的人遐善良，也能够出着这不孝的门道啦！哎呀，有影是私门不幸啊！即摆人互你们看到你们好好的，是个两百嘞，就是你妥当的。两百嘞，安尼好，安尼好哈！你这起事未做好，我今日替恁师傅整理门户。两百嘞，哎呦，两百，我讲啦，讲啥？讲啥？啊，我这车特动啊，老歹命。 金婆啊，请啉茶啦。多谢你哦，老东西啊，你都替我主持一个公道。哎呦，是讲大金婆啊，那恁的囝甲恁的媳妇啊遐尼歹哦，迄实是真过分呐，哦，实在足不好的呢。也毋过哦，我老东西，啊，毋过是啥物啊哈？安怎？也毋过哦，你家己毋对的所在嘛真多了。啊，我你讲啥？啊！你讲我敢对？嘿，后生媳妇的歹老母，老母还阁有唔对，你真超过了你的。啊，你若毋知，你点点啦。哼，哎，我无你死人去查牢呀，不要紧，你煮饭先啦。你去啦。好啦，我即摆来去煮了。较紧的啦，小查某命，你就是无压落底啦。若阮安娜甲我的新妇吼，我就甲压落底啊，搞怪造反，莫甲累死。哎呦，我看你这性格爱改啦，无安尼啦，无药可医的啦，受超过啦。我超过改你8摆啦改。哎呦，你就无看到因的囝甲因的媳妇是安怎对待因这老母啦？哼，老张婿啊，毋是干那安尼啊尔，还阁有较惨的哦。安尼啊？我老师哦，初才娶新妇，入来无偌久的事，我就想讲，阮迄个后生都有迄个踢皮的歹习惯，所以我暗时啊就去房间去安尼甲巡一下，甲看一下。阮新妇哦，伊讲安怎你敢知？伊讲我无受伊温准入去房间，妨碍翁仔某的自由啦。伊讲妈妈讲我老不休啦。伊讲若安尼吼，伊甘愿较牺牲的。要我困中啊！哎呦，你甲想讲我这个做老母的，听到这个话，心肝是会偌艰苦啊！安那啉啦？阿妈，啊，伊这个情形都甲你拢同款啦。谁讲的？啊，都伊那人有耳无喙，你甲出去啦！哦，阿好啊，你敢咧一世界去人斗啊？你皮就变到红的啦！老东西，莫生气啦！哎呦。若讲阮新妇甲恁这新妇比起来，我差多了咯。讲到阮迄个新妇，互我上无法度通好忍受的，就是讲伊世界拢去咧甲人斗啦，你知影无？讲我吼少年时翁酒馆，将我吼对阮翁的感情全部拢放伫阮囝的身躯。你讲我是老变态啦！啊，夭寿哦！啊，这个话也讲会出嘴啊？都是。真是烦啊呢！老东西，我含你参详一件代志好无？安怎？我是讲吼，无阮新妇甲阮后生，含你对换好唔好？这好，我赞
成，安尼才互伊知影讲，歹后生甲歹新妇的滋味是啥物款。好你去死啦！你个死人狗啊！哦，你安尼遐差天花倒尔，你都无看到迄个后生迄个新妇啦？哎呦，安尼屁屁叫啦哈！迄新妇敢若迄个狐狸精的啦，鬼才要治哦！我无要掠一尾潭搭尻川猫啦！哎呦，你耳仔伙你唔知歹？哇，你要做人的大家，你来看人肯啊唔肯咧？哎，袂见识，敢袂是讲你做人的大家是偌好拄老好，笑死人个！咱借问下，啊若我即落大家是伫外摆哈？哎呦，啊若我即落吼教囝足有方法的，大家拢知影了。你若毋信哦，无去一世界探听看卖嘛，骗笑的。哎呦，大金婆啊，莫阁伤心啊啦！咱即马先想办法，看明仔载这代志要安怎过关较要紧啦。啊，明仔载哦。安喏，哎呦，不是，哟，都是你哦，啊，哎呀，你这落安尼当时无人伫咧啦，真好真好。什么咧真好？人讲千寡难办家务事，而且阿爸，你阁是一个外人，我看吼，这件代志咱着莫插啊啦。阿爸，你毋是讲要带我去垦丁公园佚佗？甲当吼拢还袂去，你莫袂记哦，咱是出来佚佗，毋是出来上去的呢。哎呦，知啦，垦丁公咱是先爱去，毋过这个唔管咯，不过你着紧去啦，愈紧愈好啦。陶金波，你来啊！啊，有啥物指教是哦？有咯，足多啊。哦，好，你好来，你请讲，什么指教？你哦，我都已经甲你讲过，叫你莫用插我的代志，你偏偏啊唔听，不但干涉我的代志，连我的徒弟啊，你也敢甲伊拍受伤啊！迄我是替你整理门户的呢。别，迄我头刚叫伊拍啦，安怎？若真的要清理门户吼，我家己会整理，唔免着甲你啦。安尼哦。唔啊，安尼啊尔，还阁有咧啦。咱咧古早人伫咧讲是讲囥好无囥利哦。哦，啊你是安怎啊？你先仔若叫刑律啊，就甲因安尼爱离婚啊？伊若无离婚，则叫因大家苦毒死，所以你家暴啦。吼吼，你实在吼，互我足失望的，你知影无？你安尼愈帮愈忙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着爱保庇讲刑律啊，甲因安尼就唔通离婚啦。伊两个若真正离婚咯，到时我就找你算账啦。大金波，大金波。金宝啊！大姐，哎呦，快紧，物件款，阿爸，你要创啥？垦丁公园啊。袂用去啦，即摆咱袂用去啦。安怎？阿爸，大进步吼，讲了真有道理啦。囥好无囥利，而且代志是你引起的啊。确实，你若无叫刑律啊离婚，大进步嘛袂气甲安尼。阿爸，你吼爱将功补罪。将功补罪。喂，哎呦，三婶啊，哎呦，哪会遮久拢无听到你的声啦？嘿啊，哎呦，我那老歹命，三顿拢爱家己煮了。我的新妇哦，若讲到迄个刑律哦，我就规腹火啦，爱莫错，我就讲做伊转去啦。有够贫惰，就是安尼。啥物安尼尔？一世界去人斗啦，讲我甲苦毒啦吼。三婶嘛，等下，我的菜炒伙打去啊！出去啦！我叫你出去，你是无听哟，甲叫出去啦！阿母，你人无好一个吼，唔好遮激动啦。是啊，你踮着看你阿姆者吼。我知啦。这，哇，
你即摆咧抽血，小我休困吼。我来甲讲，讲即回若毋是你抽血好伊哦，伊早就无性命啦。伊唔讲。哎呀，可怜啊！秀哟，你都唔知，阮安尼吼，我是安尼辛辛苦苦有哪甲捏到遮大汉啊！伊还未娶某的时阵，我甲阮囝安尼过着足快乐的日子呢。自伊嫁入来阮兜啦，安尼吵架啦架啦，哎哟，我甲阮囝无一天安尼平静的日子通过。唉，但即句啦，连阮安尼都无爱治我这个老母啊啦。袂啦，阿姆啊，安尼一直拢对你真友好啊。友好，伊安尼叫做友好啊？我叫伊讲甲伊某离婚，伊哪会毋听我的话啊？如此也袂歹啊，你为什么要叫因离婚呢？袂歹，哎哟，打是安尼，你看，若毋是讲为着伊，我要哪会入院啊？就是迄个扫帚星啦。妈，你哪出去啦？我来看着你啦。哦，你去找你某啊！我这老母你莫爱治会用的啊！去找你某啊！去啊！妈，假使行路有啥物唔对，我代替伊甲你回息咧。你即摆是人受伤的，你袂用去接受去的啦。奇怪呢！哎哟，当行路是倒一点，互你卖，互你卖甲安尼死死混混去。你到即句还阁伫咧替伊讲话，哈？哎哟，我枉费饲你饲到遮大汉啊！你看啦，这讲叫做我听话囝，我友好的囝，敢安尼哟？妈，我好啊！枉费我咧饲你饲到遮大汉啊！小友，这就敢是我友好的囝，听话的囝哟，我无想要活啦！妈，你莫遐尔吵哎啊！呀！妈，你出去啦，出去啦！我不爱看到你啦，出去啦！一路，妈，出去！多谢你，无这都拜托你吼。妈，你好好休困，我会过来看你吼。免加先啦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甲我出去，甲我出去啦！你看，因两个敢会离婚？嘿，这我嘛唔知呢。啊，这我知啊，狗囡仔，我你知影啥？阿爸，这就是天公伯啊！你甲处罚啦！大爷啊，你莫安尼讲话好无？人喺厝内面哦发生这种代志，已经足不幸啊！你搁讲这种话，安尼唔好啦。无，安尼也是好啦。像阿金啊这款人吼，就安尼好好安尼教训一遍，伊才会惊。阿爸，话吼虽然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不过对幸如来讲哦，这是足无公平的了。我一个好心妇啊，你在咧讲啥？无啥啥我拢听拢无。我安尼讲哦，这回会发生这个代志，迄个天公伯咧不平啦，全工要安尼安排啦，这有什么无公平嘞？哎，阿爸你都唔知，算唔知吼？咧顶两天啊，迄当天进嘛吼，才想办法要甲迄幸如啊赶倒去外家厝。嘿，而且才叫因囝啊，迄个死人个吼，想办法才要甲离婚尔呢。迄件代志都还未办好势，这件代志又搁发生哦，所以吼，一定怪幸如哦是一个假多名铁草手，绝对会搁再安尼甲折我的，袂原谅伊的啦。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阿妈，来啉一杯牛奶。小肯，大金宝啊，哎你来啊？来啦，无你请坐啦，我来去甲阿姆摕一个药啊，哈。我紧做你去车互我就好。好。嘿嘿嘿，老东西，啊你有较快无？你来要创啊啦？啊你是安怎想？啊嘛才一天无见面啊尔，啊你就将我当作敢若仇人咯？
老东西，免叫甲较好听啦，加好势。我跟你讲啦，今日发生这个代志哦，拢嘛是你啦。哦，佫会使弄阮行路啊，讲莫甲阮安那离婚啦。嘿，啊，才亲像安尼啦，互我倒当病啦吼，安尼你欢喜也是安怎？哈？哎哟，等你妈莫讲甲较歹听，人迄是叫做苦劝。迄古早人话伫咧讲吼，讲家和万事成，啊若吵架就万事行啦。其实讲吼，迄行路啊嘛是好新妇，啊你哪就对伊安尼啦？我是对伊安怎？啊，若亲像迄落新妇啊，是你偌好啊，啊，安怎甲赶袂出去啊？这就叫做好新妇啊！哎哟，今仔日会变成甲安尼生吼，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的啦。你若咧好好啊，甲人疼惜，迄款的好新妇啊，嘛用讲带入门，就想办法要甲人压落底，啊哪会变甲安尼啦？你看人迄隔壁迄阿呆仔因老爸是安怎伫咧疼迄个新妇，啊人一家伙也毋是咧欢欢喜喜过着快乐的日子，哪有像你啦？一天哦，毋是拍啦，啊就是骂啦，啊行路啊，若搁安怎样对你好，你就是袂满意啊。伊做这你甲伊嫌弃啦哈，啊你总是看行路啊袂顺眼。诶，咱讲实在吼，你真是有影足歹伺候的，你敢知？啊我不爱听啦，你甲我出去啦，出去啦！啊，出去就出去啦！你就是我哪会大只？哼！免你甲我看，我共看，哪会出去啊？我有哪无啥爱看着你，你知影无？哎哟，亲像你这款的人啊，你家己无感觉哦，拢无人要去接近你啊，你知影无？迄时间咧，你咧戆新妇的行路啊吼，才有法度忍耐安尼甲你斗阵遮尔久啦。啥物人有法度？哎哟，若是你这款遮尔啊老孤困哦，后摆哦，你会变成孤单老人啦，你知无？哼！心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你哪不爱食饭？你食袂落？是讲你不食嘛袂用的啊。你拄则抽的互妈尔，加减食过，较有精神，吼，吼，来啦，加减食过。妈妈带袂伊，唔知安怎无？我袂放心，我要哪食会落啦？我嘛是共款食袂落。啊，无我带你来病院看妈，好无？行。安尼，我唔敢去，我惊妈妈生气。啊，你是咧惊安怎啦？你去看妈妈，妈妈一定会欢喜的啊！吼，做伙来看妈妈，好无？做。不要紧啦，来啦，吼，来，做伙来，吼。好啦，阮搁要去吼，你都爱记哩哦。我一定要送仔鸡要互妈妈食，唔当袂记你早去。妈妈若知影你遮友好，一定足欢喜的。你实在是我的好太太。唉，听你安尼讲哦，实是足感动的啦。啊了后咧？了后，阮阿爸看我真思念阮阿母，伊讲吼，即马存遮侪钱嘛无路用啊啦。为着要互我心内会当较快乐的，阮阿爸毋则带我四界去佚佗。啊，那安尼恁阿爸对你真好啊？是啊，毋是讲安尼哦，我若爱啥吼，阮阿爸就会孝我，伊拢甲上好的物件留互我哦。即款的老爸哦，确实袂歹。你嘛感觉阮阿爸足好的啊？唉，阮安的啦，自细汉就是无老爸啦。啊，我安尼吼，红红幼幼甲饲甲遮大汉啦。也毋过啊，伊的个性甲你无共款。妈，
你咧讲我甲什么人无共款？你来要创啊啦？我专工要来看你啊！这是杏如炖的酥麻鸡，要互你食，来我甲你饲好。免当啊你加好水啦。哼，搁会炖酥麻鸡你互我啉，毋知内面有掺毒药无？我才毋敢食。妈，你哪会讲安尼啊？你敢着我叫杏如来遮现食互你看，你才肯食？免，我无爱看到伊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我安怎讲你才会顺车啦？啊，阮都要安怎做，你才会欢喜？对，为着你出代志，阮安尼袂食袂困。杏如为着你去抽火互你，知影你爱食酥麻鸡，就赶紧去点的芳来车要互你食，安尼你还阁无满足？你是要阮安怎做，你才会欢喜？杏如抽火互我，哼，我才毋信，迄是无可能的啦。阿姆啊，这是事实啦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，而且杏如姊也嘛交代讲，这件代志绝对袂用互你知影。我应该大粗大意，我替为互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对啦，我踮咧酥麻鸡要互你食，妈，莫生气啦。啊，你莫甲我扶起，我是安怎食？好，把你扶起来。无论单金安怎会挑难，杏如犹原是用个尊敬甲关怀来对待伊的大家，好感动天。杏如私会来互单金，将有引起着施安因老母的感动。但是这感动通使着单金来改变伊的行为甲做法是好戏好戏，大金宝串江湖，确实是一部难得的好戏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。敬请各位继续来阮捧场指教，多谢。有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先来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，替我抗议，你无情。